后来乡亲啊，苏花公路改善计划简称苏花改，为规划到施工到完成，用将近10年的时间，总算伫今仔日来举行通车的典礼。行政院长苏贞昌、交通部长林佳龙到场致辞，嘛感谢工程人员的辛苦。这路通路客运嘛推出半价优待，为南港坐到花莲上班期的只要171块。花莲嘛有袂少的饭店推出着带一暝送一暝的方案，要来抢人客。经过3228天，苏花改总算完工通车。行政院长苏贞昌嘛再次感谢工程人员。苏花改通车了，这是经过多少人一凿一锤、一挑一担的辛苦。苏花改安全嘛是关键，交通部长林佳龙讲，一切拢会透过监控仪器来掌握。是全时监控，确保运作。苏花改总共设有1600处的监视器。迎接苏花改大来真调，客运业者嘛推出半价优惠，统联客运2月初5进前，南港花莲是205块；台北客运21进前，南港花莲嘛只要171。春节票价嘛有办5折的优惠。这个 USB 再加上它本身的 WiFi， 还有轮椅2个嘛。除了好山好水景色以外，住眠嘛好康的，不少花莲饭店拢落价。连锁饭店的市景套房推出着住一暗送一暗，平均每暗是1250块。嘛5星级的饭店推出4个人入来住，加上秋冬旅游补助，每一人只要700。或者是住这指定的房型3天2暝，第2暗是免费，优惠多多，就是希望留住旅客会当加看一下花莲的水。